我们各位常住、各位莲友们啊，十方所有非常精进、非常慈悲发心的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很开心呐，利用今天这个早斋完之后呢，我们刚好有一点点空档，那么师父就介绍这一章叫做善导大师他开示的华语。那么你们都了解，善导大师不是普通的大师。善导大师实际上是阿弥陀佛的再来人，有哪些他生平的迹象来判断说，原来善导大师就是阿弥陀佛的再来人。他在世的时候，不管是冬天，不管是炎热的夏天，他每天跪在佛前念佛，一定要到全身都冒汗汗淋浃背，这样他才有休息。他对念佛是这么精进，这么用功，自我要求是这么严谨的，拼命的念佛。他一念佛的时候，他的嘴巴就有一道毫光，毫光出去，光的里面就有一尊佛。哇！很多信徒就亲自看到这么一个情况，大家很惊吓，这个法师正量太高超了。所以后来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传到皇帝的耳朵里面。皇帝知道，哇，这个法师太了不起了，这是一代高僧，后来才特别封他为光明和尚，就是善导大师。你看他有多了不起啊，各位知道吗？那么他讲这句话，一心专念弥陀名号，一心就是我们一心一意各位要专心的专念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，不要二心了。什么叫做一心啊？我们念佛是要靠他力，靠阿弥陀佛，所以我们的心要向着阿弥陀佛，我们的方向不能偏差。在念佛的当下，就是我知道，我一念佛，佛要救我，佛要救度我，佛的慈悲，佛的智慧，佛的功德，佛的神通，佛对众生的那种慈悲愿力，哇，太殊胜了。所以我们只要仰仗他的名号，称念他的名号，他一定救度我。我们往那个阿弥陀佛的方向一直盯着看，往那个方向这么一直想的，各位，那你很有希望，绝对有一个正面的鼓励，而且我们有把握，对他有信心。这个就是我们对佛叫一心。你不要回过头来看你自己，不可以这样。你看你自己就完蛋了，妄想、无明执着、贪求、造罪造业，烦恼不断，你的内心从来不清净不光明。各位，你看，你回过头来看你的心是这么肮脏，那你完了。你念佛你就越来越没把握。所以我们一心就是要看到佛的方向，一个念头一个方向的专念，专心的，我不要杂乱，不要杂念啊！待会儿念这个，明天念那个，就这样子，好像随便乱念，不可以，一定要专念，一心专念弥陀名号，把阿弥陀佛的名号好好紧紧的抓住。我们就要持念，持就是要把它抓好，不要放，不可以放，行住坐卧都要念佛。念念相续，必命为期。每一个念头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相续就是持续不断。必命为期，到你往生的那个时刻，你都永远不改变。到你的生命要结束了，这个期间，你的念佛仍然保持那种念念不忘。那么你能够做到这样，实际实真，10个人就10个人往生，100个人就100个往生了。只要你能做到这样，佛永远不放弃你。你看，你的心就是向往西方。你对阿弥陀佛的信心是永不退转，永不改变。你能够这样，10个就10个往生，100个100个往生，人天善恶皆得往生了。人不管你是出生当娑婆世界的众生，天你是有修持5戒10善，你的功德福报因缘成熟，你这样一个天神。不管你是人也好，天神也好，你是善的神或者恶的神，你是善的人恶的人，好，皆得往生。只要你能够按照这样一心专念弥陀名号，大家信心十足，那么所有不管善的人恶的人，全部都可以往生西方。
都到西方净土极乐世界，道彼无殊。如果我们到了极乐世界，就没有差别了，你跟佛没有差别了，知道吗？所以难怪我们佛陀这么赞叹说，念佛的人，观音菩萨、势至菩萨是你的至亲好友啊，他们变成你最好的法亲眷属啊。所以你看，你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人人都没有差别，你跟佛也没差别，你跟所有其他菩萨都没有差别，齐同不退。我们大家一起都相同的，永远都不会退转，一路一直到成佛的境界。各位，重不重要？太重要了。所以这是善导大师给我们开示，鼓励我们末法年代的众生。我们呢，业障很深重，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力来成就，所以我们只有称念名号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。他透过这个名号，就是要救度你，救度称念的人。只要你有称念，他不管你哪个对象，不管你在什么地点，不管你念多念少，只要你肯相信，愿意念佛，就救度你，永远不放弃你。善导大师这些话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，太重要了。我们很感谢善导大师，对不对啊？好，感谢他。好，大家阿弥陀佛。